係也開門歌，非是我見高就來下拜，難以忘其項背，盞死得極快。香港人精神究竟係點嘅呢？大家好，我係楊建平，今日通過頂頭鎚實驗粵劇，帶大家重溫一下香港人嘅文化以及精神。我話似麵包蟹啫，咁我返去念佛與燒香，保佑你陣上去劏蟹，我再食齋持戒，再向上蒼來跪拜，一報弟兄情義債，我等着你回來。呢首四不正係一首傳統嘅廣東小調，佢嘅編曲融合咗粵劇嘅小鑼鑼鼓以及美國嘅 ragtime 風格。ragtime 中文又命名為拉格泰舞或者散拍拍子，被稱之為衣衫男女嘅音樂。喺呢個音樂裏面，我哋就可以睇到我哋嘅男主角鄭開滿點樣身穿一個衣衫男女，然後去演繹一首衣衫男女嘅音樂，展現咗香港人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嘅拼搏精神。